兄弟大家平安，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咱要做伙起立，咱彼此来祝福，讲上帝恩典教业你用，上帝恩典教业你用。咱要用这首歌来学乐咱的主，归咱的心目会当仰望荣耀主。 咱要做伙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做伙来读主的话。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着讲拯救阮的上帝，求你救阮，自治阮，救阮脱离列邦人，通互阮祝谢你的圣名，掠你的受恶恼做大法。 救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倒转，煞你阮的生气。咱要来感谢这位上帝，是帮助咱将一切好物赏赐咱的上帝。伊有永远的慈爱，伊是拯救咱脱离外邦一手的上帝，也正做伊的囝儿。咱也恳求上帝来赦免咱。 煞伊对咱的生气，互咱会通回转到你主伊的面前。咱开声来祈祷，咱来感谢主的保护看顾，脱离这个风台的影响。主，阮何等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用你的圣手来压榨保护，来扶持看顾，煞互阮会通活动来归向你，煞互阮会通来找求你。 愿恳求你来帮助阮，愿来通伫主你的圣名伫遮来学乐来敬拜，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明白你是一切好物的主，愿主你来帮助阮，会通经历你恩典满满。听
听阮的特别上帝，因为你先听阮，找耶稣基督来到的世间，也你是赏赐所有好物，互敬畏你的人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人生的风暴中间，永远有你的同在。伫这大自然的风台中间，你的圣手来压榨，也来引带阮，保护阮台湾。阮无受到大的强烈的风台，因为伊已经变色。虽然安尼，愿主你也继续来保护看顾台湾，免受灾害。主啊，求你来启示阮、感动阮，互阮活转来归向你，离开阮的歹，煞你对阮的生气。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要来为着咱的需要，咱的心灵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读来。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伫恁。咱的心灵需要主的帮助医治，咱的婚姻感情、产业，这拢是包括咱的人、咱的生活，疫情的关系嘛影响，基督徒嘛受影响，总是免怎伫遮来瓦靠。新的学期开始，还佫有这病毒的威胁，咱的孙、咱的囝儿，伫这学业的中间，求主来保护看顾。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无论是厝的，还是讲这囡仔到伫学校，因新的老师、新的这同学，这拢会影响到因一生吼。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如果咱在场若有需要代祷的，咱会通徛起来吼。也是你手欢地你需要的，也是你伫遮为着亲人的需要来代祷，咱开声来祈祷。阿利主啊，阮奉你名来到你受恩的宝座前，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伫灵内底。阮邀请你伫阮的心灵、阮的意志、阮的感情来做主，愿主你来是阮属好伫阮中间帮助阮。主啊，阮需要你的医治阮心，阮会通稳定的这心跳。愿主你甲阮相同在，分享一切这关系离开，投降阮会通注意来到你面前。愿主你来是阮所。听阮祈祷的上帝，阮要将一切挂虑、操烦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啊，你是听阮祈祷的主，阮所劳苦重担的交伫主你手中的时，你就要帮助阮，互相助阮伫你内底得到安息。主啊，阮知人生有苦难，总是伫你有平安。阮将阮的心灵交伫主你手中，愿主你来医治、来看顾，伫阮欠缺的中间，你来供应补足，伫阮人生的道路，享受你生的油伫遮来滴，互阮行入主你恩典满满的道路顶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最后要为着咱的主来守望来祈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来。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愿你乐少念你的奴仆的祈祷恳求。来听你的奴仆今仔日所祈祷伫你面前的求祈祷，愿你入面看顾这个殿，就是你所讲起我的名，要伫遐个所在，来听你的奴仆所要这所在祈祷的祈祷。咱为着牧者团队中一同工吼，咱来守望来祈祷。咱也为着个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透过灵修来帮助咱，更加认识上帝甲伊的恩典。今仔日嘛，总务部会、财务部会愿主顺来掌管。佮有咱为着过来即礼拜有中秋的年假为兄弟姊妹出入求主来享受平安。咱的教会透过生命教育协会，诚侪教会对社区的管道来祝福要互因有得到上帝恩典，甲有福音。咱恳求上帝来受因祝福，咱作为起立，咱做来祈祷
咱感谢主的怜悯看顾水营营教会伫遮来成做这个社区城市的祝福。哈利路亚！主，阮有落感谢你，阮会当伫遮学落来敬拜，这是你的恩典。特别伫这疫情的中间，阮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看顾，需要你供应，需要你的资源。愿主你收锁伫阮中间，阮通透过教会、透过协会来祝福伫这社区，真做让领袖来追求主你的接受的管道，愿主你甲阮三同在，哈利路亚！特别阮的上帝，你爱阮去，互万百姓真做你的学生，也阮家己领袖经历，也要透过了所领袖的资源来祝福伫这个城市甲社区，主啊，互因得到上帝的恩典以外，要得到上帝你的福音，互因会通知影因会通真做有福气的人。主，阮也要同心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阮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试，救阮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万军的耶和华，你是阮的倚靠，阮的石盘，你是值得全民学乐、感谢甲敬拜。咱做伙来用诗歌来学乐。心伫我的心，我要学乐你。亲像早时代比我，当心心伫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当心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我。当心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敬拜主。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我。当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我。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当心心伫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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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学乐主，搁一摆来学乐。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兄弟姊妹，请坐。虽然今仔是风台天，但是有主的引带，有主的照顾，所以咱拢无惊吓。咱虽然拄着疫情，但是即阵伫台湾，咱是犹原得到真好的控制。主啊，咱就真正要来甲你感谢，
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引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在会感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日甲因带，无咱阮变拢无散。归来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归声因是，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因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在会感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日甲伊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归声因是，好天地拢总伊的甲因带。伊的甲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归声因是，好天地拢总三家，伊的甲因带。伊的甲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归声因是，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好天地拢总，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耶稣，你是全地主，求你来掌权。不管阮是顺境还是逆境，有你的伫的，阮拢有倚靠，阮拢免惊。咱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要拽的手，伊来牵。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另外的主，将咱悲伤的我交托伊，伊的手使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另外的
弟兄，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摇出的手伊来扛，耶稣是全地。所是你我的主，将咱弟兄你我交托伊，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心专意我可以，伊的主啊，对咱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你会交托伊，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就全心全意我。主啊，陪伴咱到永远。主耶稣，你是掌管万行有，是宇宙的主宰。主，你也是台湾的主，你是阮个人的救主。主啊，你要拯救阮脱出黑暗，进入你的光明。主，你来就是要互人得到活命，也要得到更较丰富的活命。虽然世间有劳苦有重担，总是主你对阮讲，伫你有平安，有盼望。每一遍阮来到你面前，虽然面对限制，无度拢总来到你教会做礼拜。总是主，阮有缘心恋慕你，亲像落心无溪水来较无你的同在，求你用你的恩典，成做阮年冬的免受。求你互阮行伫有油得滴的路径，求你用你圣的手来牵阮，无论是坎坷也是顺境。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中间毋知有头一遍来做伙来敬拜上帝的兄弟啊无？若无，咱来看今仔日的周报的消息。疫情的关系，幼儿园伫即个第2级的警戒，所以教会幼儿园伫限制100人以内吼。若要参加咱的礼拜的中间会友吼，请咱会通伫遮来甲小组长登记吼，咱通安排，互这规栋袂超过100个。咱的聚会时间对拜六一到礼拜吼，啊，佮有咱儿童也是目前实体礼拜是暂停用线上。咱拜三的祈祷会嘛是有实体哦，啊，甲咱线上的直播直播。咱的周间的聚会吼，小组吼，请咱看小组群组的通知。啊，目前小年大学吼，幼儿园是有线上的课程吼。咱的关怀据点要等政府的通知才有开始哦。
即马拢有咧统计，啥物人有拍过，有证书过无？有迄落做伫遮来统计安尼吼。未来若有遮个咱的政府市政府有通知就会开始。咱伫即防疫规定中，请咱做伙来配合吼。咱小会伫遮有公告咱10月初3会员好会。即疫情中间在考验咱的智慧。小会有做出决定，就是10月初2加10月初3的投票数所以作为出席盛会人数。无出席投票的表示不可抗力也是请假。所以伫遮咱进行一次尔通常咱来讲第一遍拢选无出来对无？无完全出来，所以就第2遍、第3遍。总是即回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教会拢面对即款的一个困难所以若无拢总选出来，咱无要另外搁调开伫明年定期好会，才会伫遐来补选。所以表示讲，请咱咱有推一个名单，咱就要请祈祷毋茫讲即遍就会当伫遮来完成。所以对拜六咱对拜六的暗时10月初210月初2暗时5点半到7点半中间有拜六的礼拜嘛后来领票伫1楼，然后签名然后会通进行传科选然后投入票柜。你要留伫做礼拜，还是要倒转去看线上的，拢会使安尼所以伫遮书记会点名。10月初3共款，对早起8点到11点领票，会员签名，然后投票咱有投票迄个所在，然后投入你要留落来，还是要倒转去因为100个限制嘛所以你通留落来统计咱到11点截止统计了后即投票数。交互牧师议长伫2楼宣布咱统计投票数，征求在场会员过半数以上同意会员好会盛会人数咱无受到选举规则第2章第14条的限制了后会宣布盛会分发即个计票。投票数若超过半数的，就讲迄天的投票。拜六甲礼拜加起来，迄天的投票数超过半数就是当选安尼所以你若讲3场安尼有然后讲咱话投了会离开会讲转去看线上安尼。所以咱会用投票数来看迄个盛会人数。这是咱的每一礼拜即几礼拜会开始伫遮公告教会咱奉献的系统有缘建立好势不便来教会奉献，咱会通透过线上伫咱的就报第3页咱有这个 QR code， 恁即马真方便扫描了咱会通指定要有感恩，要有11的奉献，也是有生日祝金等等遮，你会通伫遮来选，然后呢100块以上因为有一寡手续费。这方式拢会使你有来配有啥物也是去超商转拢会使不过照咱的能力照咱的能力，咱的感动莫伫遮来付种超过咱的能力这牧师爱提醒咱咱第一次使用你爱先加入即个咱的会员伫遮以后你的奉献直接连线国税局。所以你毋免搁再摕纸本你若连线国税局去，即马电脑一查你奉献偌济，这拢会通直接伫遐扣除，所以愈来愈方便安尼因为有的人摕迄个奉献的单迄个奉献证明，我无去啦，放弃啦即马咱直接会通伫这系统甲国税局来连线。咱的生日助金申请到今仔日暗时11点59分为止咱的子女咱的子弟若有符合到这个条件会通伫遮来申请咱
这也真济啦吼，就慧汉的太太慧敏伫来徛者甲伊的细囝开节伫遮甲咱谢谢伫这段时间真济咱的代祷甲支持因伫因所需要的因甲咱感谢这慧敏蒙主恩调享年52岁，已经伫顶礼拜5。伫邦桥殡仪馆来举行安息礼追思礼拜牧师、区长甲张玉主任拢愿三个参加，因为即马拢有限制40个啦所以伫遮愿主来安慰才会为族继续甲因三同在。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准理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马太福音14章33节，搁一遍。准理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马太福音14章33节。咱准备先来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咱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咱免勉强奉献，用祈祷来表达你对主的感恩。咱要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奉献感恩的心归地，一生的提拔。伊有受事都是惊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归你，一生的提拔，伊有受事都是惊主耶稣，基督作为纪念来，这是软弱的正最勇壮，从容的正最富，都因为主已经最佳。这是软弱的正最勇壮，从容的正最富，都因为主已经最佳。大树。主你值得阮来甲你学乐，甲感谢。主啊，阮要为着主来做见证，宣扬主的救恩，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主，互更较侪人得着救。即马，我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互主来所用，求主来接纳。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阿门。这类进前比出来叫愿主赐你恩典满满，愿主赐你恩典满满。愿意所求人的上帝，要伫遮来甲咱三甲同在，要来分享伊的恩典。咱要对上帝话做伙来看见，伊要赏赐互咱的。马太福音14章33到36，咱要来读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14章33到36。好，咱线上甲现场的兄弟姊妹，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14章33节做伙来。准你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已经过去，就到今年杀戮地。迄位的人捌伊找人去四方，带一切有病的来就近伊，求伊若使互摸伊的衫具的手，见若摸的人焦装好吼。愿上帝为来帮助咱，会通伫遮来明白，伊是赏赐逐样好美的上帝吼。也姊妹，咱伫进前伫顶礼拜，咱知影讲有中营的技师，甲技师的后生哦，即个后生是读地学校，知无？哦，较早头农啦，即摆叫做北科复工啦吼。毋知偌济人收到简讯哈。包括我嘛有3位牧师拢有，讲奇怪我也无甲因做伙伫遐散步咧吼，可能有个人住附近啦吼，可能是开车经过吼，所以收到即个简讯的时阵，大家感觉讲真紧张啦吼，听了讲阮拄咧开烧的对，我接到电讯我咪即摆赶紧转来吼，后来我检查讲，我的嘛有安尼毋对，拢袂使开会啊。其实即会发百外万份的即个大家拢感觉真戆影安尼吼。不过感谢主，咱看伫即个是确定是Delta的病毒大家拢错咧等对无？阿法还好Delta 即个病毒，大家都伫遮咧烦恼吼。所以伫这中间，桃园市政府就第一时间伫遐将遮个囡仔拢甲叫倒来学校，做伙统一伫遮来做体检安尼啦吼。有的家长拢拢无事先讲，其实这真有智慧啊！你会去检查袂检查，大家拢倒转来伫学校吼。所以伫迄个中间有个风险的这家长啦，也是讲这学生拢叫转来师生吼，伫迄个中间检查，感谢主啦吼。第一遍的检查，搁经过一礼拜，第二遍的检查吼，拢是安怎阴性的啦吼。那看到阳性咱就烦恼啊吼。所以伫迄中间，你也看桃园第2级的加强版吼。不过伫这中间，市长表示讲，即个疫情伫迄个控制中间，有当时咱感谢上帝啊，咱关难过安怎，关过安尼，拄咱也看，我有看即个电视，就是迄个新闻啦我特别去伫看者，即马风台安怎？我每遍拄着风台的时候，我就开始祈祷若要挖咱的台湾有对咱有伤害，我讲对边对顶悬去哩感谢主因为我昨看话，伫小组群组讲我若落大雨我就无要来做礼拜安尼啦我开始祈祷上帝你保守看顾互这灿数紧走啦走去别位安尼所以感谢主，你也看讲上帝真正恩待咱台湾拄对本来要弄入来，怎即马伫安尼？对边迄个中心点对边当然可能有一寡风雨的影响不过感谢上帝，因为伊的恩典这5年来真侪风台拢无入来咱欠水伊嘛有小可对边安尼，互咱有风雨，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因为伊的恩典够也咱用。当咱话叫讲主啊救啊，顶礼拜咱有看伊讲，这学生伫海面也比着好大胆，讲主啊，无我行去你好毋好？主讲你来啊，你来啊你来试看觅嘛，对无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当伊看耶稣的时阵足顺的啦。但是看到边仔风影安怎？哇，伊怎安怎？
沉落啊。有当时啊，人生有做这个代志，这个风影冲击来的时阵，咱真侪兄弟拄啊面对真侪咱伫人生的风影诶，可能是经济，也是等等遮吼。所以透过区长咧甲我讲，牧师啊，伊要安怎替这个兄弟咧祈祷，兄弟姊妹，上帝知影你拄当伫迄个风影的中间吼，主啊救我！顶礼拜我有分享我的丈人吼，9月初4伫迄个拜六，因为要去地园，所以开车吼，伫迄个中间几啊十年啦，几啊十年，迄条路是真熟的吼，总是无拍算伫迄中间怎弄落迄个山坎吼。礼拜阮全家有落甲看吼，伫迄个送到伫台中的营总吼，伫迄个急诊也拢无病房吼大头母吼，这有转去，另外有了解吼，伊的心血管吼有一寡问题，肾线怎啊做迄个新支架吼。我伫急诊伫遐甲伊对话中间，伊就甲我讲吼，迄魔鬼实在有够恶毒的啦，有够恐安尼吼。伊感觉开到遐时吼，双手拢麻去，所以无法度活啦。所以甲病人讲，我活袂过，活袂过。佮差不多2公尺，佮差2公尺，佮较深的山坎。所以这是用吊车伫遐甲吊起来安尼，然后85岁吼，上帝恩典，拜六送去台中的营总吼，拜一出院啊，即马伫厝底休困，伫迄个伫休养安尼吼。我咱感谢讲上帝，迄个时阵我团群组互大家带倒的时阵，是伊伫车内无法度救出来吼。甲在迄个会友吼，伊家己较少年的款然后窗甲踢破家己爬出来，伊嘛毋知安怎爬出来安尼吼。所以迄台车就我的旧的车就报废啊。感谢上帝啊，因为有大家会带倒。互伊会通伫遮脱离，亲像咱咧讲，主啊救我，互伊会通无抵到伫大的遮个损害。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出入嘛是相款哦，拄着遐危急的时阵吼，可能无真长的时间，互你伫遐祈祷讲愿伫天里爬，愿你的名成安尼啦吼。主啊救我，迄是真正你要安怎伫遐掠条上帝即款的拯救，也是帮助。但即摆咱知影讲主啊救我，你爱认捌这位耶稣的成分嘛？你当画主啊无，伊讲老师啊救我，先知啊救我，也是某物人洗礼约翰救我。为什么？因为人认为耶稣是这个人。所以咱若清楚认捌耶稣的身份甲伊的权能，咱咧祈祷的中间，咱就会当搁较知影安怎伫遮对伊来恳求。一遍搁一遍，可能关难过，关过，总是嘛有拄着迄个人生的尽头啊，人生的落尾站啊，要安怎？所以咱一定要认捌讲，只有耶稣会当互咱目前的咱的病痛检测会当得到医治，总是以后呢。你经历主的恩典了后，我伫这个病院带我的丈人祈祷啦吼，当然伊甲牧师娘咧讲的，差不多拢有相款，就是讲迄魔鬼够恶毒的吼，所以随时他参像好势要吞食咱吼，所以咱的确着爱安怎学习知影要安怎常常祈祷。所以，我若要去伫殡仪馆，也是要去靠迄个黑暗关系所在，伫迄中间来服侍时阵，我一定会做一个祈祷，就讲主啊，你为我请全会正价的祈祷。我常常咧提醒咱兄弟姊妹哦，因为魔鬼真有好势咧等待咱，所以咱家己也有防备，救恩做头盔，公义做护心镜，真理做我的腰带，脚穿平安的福音的鞋，然后信心做啥？盾牌啦，会通抵挡这黑暗的光火箭，也是人恶毒的话，也是这伤害你的话。然后咧，圣神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真理。请全会正教了后，主耶稣你的宝血来热看我。虽然我是做牧师久27年，总是每一遍我若要伫遮做这服侍时，
要出去有当时主，你甲我三个同在。特别要做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阵，的确搁较爱。所以伫咧中间，咱袂记讲，咱认捌耶稣时阵，你知影讲这黑暗的关系安怎，无法度赢过耶稣。所以伫遮，咱内面比外口安怎，搁较大。当然最近有一个东港传话讲有一个姊妹伊要入厝啊，伊的厝边哦，伫边仔摆一个酒狮啦。我讲咧开讲点眼啊，所以讲问牧师要安怎，讲若要落诚心来因兜做一个感恩入厝的感恩礼拜。互咱知影讲，咱所信的主是比这会搁较大，所以毋免惊这黑暗的关系，总是咱时时爱提防。经历主的恩典了后，毋是你干你伫遐欢喜爽快，你要安怎诚做这个人厝边隔壁，你的亲戚朋友祝福的一个管道。生命的见证其实是真好，伫遮来影响人吼。所以伫遮咱看讲，当这的学生。因伫海面上，因拄着遐艰难困苦人生的风险的时阵，当彼得伫遐发讲：主啊救我！伊当要沉落的时阵，讲主啊救我！顶礼拜咱讲主就伸出伊的圣手，伫遐来牵伊，互伊起来。当这个人这个学生因军队耶稣，然后来到伫敬尼撒勒，所以面对伫迄个风暴的中间，人生的风险。其实你若像我的丈人安尼吼，像有即款的突然的意外，有的人拄着车祸，迄所带来内在的创伤、内在的惊吓。有当时你会感觉外口的伤痕好啊，牧师咧做这服侍时，常常安怎？伫迄中间有看见真侪人伊内在迄款的惊吓还佫伫咧。所以拄啊送到病院的时阵，我的丈人听讲。你讲的话，甲医生咧对的中间斗无啥会起来，所以有当时咱伫迄个惊吓中间，迄个惊吓就伫内底。所以帮咱要安怎伫遐拄起咱人生拄着这，互你感觉担心惊吓。兄弟姊妹，我想要问讲，咱即马当在担心的是啥物代志？你在惊吓的是啥物代志？你在惧怕什么？拄啊第一场人讲，可能是经济有啥物款的。兄弟姊妹，你即马拄当在惊吓、在烦恼啥物代志？有无？身躯的健康够无？拢足平安，拢足顺遂。囝儿的婚姻，你咧烦恼吼，找无某，找无这新妇，还佫有无？有诶兄这拄当迄个大笔的债务咧，伊即马当咧面对咧。兄弟姊妹毋免烦恼，大家为恁祈祷吼。佫有无？证据啊？证据惊危险，惊迄主咧毋知会错咧安尼吼，还是面歪去无？咱想看有真济啊！你伫担心的检测是这无是你身躯拄当迄个病痛、癌症等等。意外的代志事件引起，互你内在有当时啊，讲一朝被蛇咬，对无？讲一边去互蛇咬着，啊10年看到迄草蛇啊，着安怎？你是怎啊钓开？有迄人是惊这邪灵的搅扰。牧师要即马要带咱做一个祈祷啦。学生嘛是共款的，因伫海面上拄着好像一个影来讲啊，鬼怪啊。咱来想看卖，伫你的生命中间，包括线上影子，有啥物互你即马要当在担心惊吓的？伫你拄着这惊吓中间，你无法度担，无法度伫迄中间来承担。
我要后请咱做伙目睭闭起哦。如果恁若受这个画面浮出来时，当牧师咧带咱祈祷时，你讲主啊，我交你，这惊吓，主啊，我交你。今仔日会前祈祷讲，将一切烦恼交付伊，交托耶稣。你咧担心你的病情啊？你咧担心你的囝儿4岁啊？你咧烦恼这债务啊？主耶稣拢知。主耶稣要伸出伊的手来拯救你，来帮助你，脱离这惊吓。你会当手放伫你的心肝头。当牧师咧祈祷的中间，若有这个，互你感觉担心惊吓，主啊，我交托你。主耶稣，你是掌管宇宙万行有的主，黑暗的关系无都赢过你。阮知人生有风险，主耶稣，你嘛讲，阮的伫世上有劳苦重担。阮面对检测意外所带来的惊吓，阮人生的债务、经济上的负担，阮面对阮个病痛，特别面对迄个癌症，面对迄个对阮生命的冲击的事，主啊，阮惊吓，阮个人惊吓，迄个生命会怎啊离开失去？阮担心阮的亲人。阮有当时活伫迄个人生的风险的惊吓内底，主，阮邀请你做阮灵的主，主，阮邀请你做阮思想的主，互阮有属主的想法，互阮有属主的情感、属主的意志。阮会邀请主耶稣你做阮身躯的主，用耶稣名现在困绑伫遐惊吓的。冲击阮，互阮担忧烦恼的离开伫阮的灵内底。主，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阮无因为这惊吓困袂去，阮因为主你的同在，因为你所听要互因安眠好困。主，因为这操练已经影响到阮兄弟姊妹因困的品质。需要用安眠药，用这药来帮助因。主啊，你讲你所听要互因安眠好困，用耶稣名捆绑这一切搅扰惊吓、这烦恼离开兄弟姊妹。当伊暗时倒落时，就会通一暝到天光。当因将这烦恼、操烦、惊吓交付伫主你手中的时候，主你要帮助因得到逃亡，得到自由。主啊，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伊面对着大的负债、大的这身躯的这病痛，主啊，阮恳求你伫遮来医治、来供应、来帮助，阮脱离伫这人生的风险中间。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当惊吓来的时阵，耶稣求讲：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敢用你的信心伫遮来反化，你化你的，要救唔救，迄是主啊，对毋对？你若无化咧，无法度，你家己伫遐咧承担。所以你知影你家己的需要吗？你知影你即摆的需要吗？迄犯着迄老的，伊知影伊的需要。这个伫革尼撒勒，这个四方的人，有真侪人。知影因的需要，总是有当时惊袂出来啊，做不出来，惊袂出来。所以伫遮咱看，可能咱即摆现在，咱知影咱需要医治的需要。哇，这债务免怎？无可能啊！我一世人可能无法度去迄中间来承担。囡仔的婚姻，物质上兼在咱较无欠缺。这个人。竟以色列这个人，这个装下的人，因伫遮现的需要是啥物？医治。
咱做伙来读来。拄当有一个妇人人，迄后12年，行我伊的脚趾后，摸伊3句的手，因为伊心内打算讲，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当然，这个故事后来，耶稣讲：查某囝，你的信心救了伊伫你，救了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这人嘛共款，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因要伸手伫遐来摸耶稣，伊无讲耶稣，你甲阮画手者，甲阮祈祷。这人奇怪的，甲阮求讲，互阮摸迄个3句。的确，因有听过这个故事啦，听过这个见证。这是伫第9章哦，伫第9章。今仔咱看的14章，应该这生命的见证故事会传到第4周围。今仔咱有听，现在伫周报啥物会写这个兄弟姊妹因的生命的见证，咱就知讲因安怎去经历。牧师透过讲道，可能会讲真侪这个人的生命见证，安怎忧症得到医治，安怎伫迄个人生的负债中间，上帝家己伫遮来帮助因、供应因，迄个真奇妙的一个解决，总是真正的需要，敢是安尼尔定。一边的医治了。搁来咧，我想慧民伊经过真侪遮吼，病痛入院病痛伫入院出院，最后嘛是要面对生命的结束迄刻。兄姊妹一遍搁一遍，上帝甲你供应的，第2遍、第3遍，互你经历10遍以后咧，人拢有经过面对最后迄个时刻嘛。生命的一个终结，一个伫地面上，咱阁会当活久？上对了，阁会当活久？阁互你10年、20年，好毋好？毋知。生命毋是咱所决定的，总是有一天。所以观察是第死人，毋是第老人，是毋是？所以咱要面对，有一天结束。所以你真正需要医治了后咧，第2遍呢，第3遍呢，供应你了第2遍、第3遍呢。咱真正需要是啥物？耶稣的救恩，也是你敢若目前看见这的需要哪点？所以这关系，咱看耶稣是啥物款的人？你要看别人看伊是啥物款的？伊故乡的人安怎看伊是啥物款的人？咱做下读来，这个囝毋是目像的囝吗？伊的老母囝毋是叫做玛利亚，伊的兄弟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嘛。你知影伫13章的内底，咱有看讲耶稣伫个故乡伫遐会堂教示人，结果咧，人讨厌伊的教示啊，伊的故乡的人。这都做目的因囝，还是当创啥？看见耶稣呢？有当时啊，咱是毋是看见咱身边的人？有一天伊做牧师啊，我今日转去我的故乡，毋知因会讨厌我袂吼？还是讲对我的教导无满意啊？你也看耶稣伊故乡的人，对伊来讲是安尼呢？所以耶稣故乡的人，因为对厝、对家庭，你看对伊的族谱，伊啥物人的囝，啥物人的囝，太了解啦。但是因为安尼，却限制因对上帝救恩的一个领受啊。所以因拒绝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就离开，然后到伫其他的所在。耶稣是啥物人？伊是目像的囝。今仔日咱来了解耶稣是啥物人？你认捌这位耶稣是啥物人？所以伫马太16章伫遐，耶稣嘛问这学生讲：人讲我是啥物人？你呢？讲我是啥物人？今仔兄弟姊妹，你来到教会，你做礼拜遐久，你信耶稣遐久，你对耶稣的认捌是啥物？今仔咱来看讲，对这个一般的人来看，有人讲伊是洗礼约翰啊，
有人讲伊是上帝的囝，有人讲伊是啥物？先知中间的一位是以利亚，是亚利米。耶稣问因：恁讲我是啥物人？恁认为我是啥物人？特别伫16章的16节以后遐，咱看伊讲伫迄中间13节到15节，耶稣咧问遮，恁看我是啥物？伫即个信仰的个别内底，咱看讲遮的学生，因拄着遮人生的风雨，然后经历了后，然后因上船，风就定，船里的人就拜伊讲：你真正是啥？上帝的囝。兄弟姊妹，你知影讲伊讲即句话，伫进前因甲去掠做耶稣是魔神啊，是鬼怪，对毋对？伫迄个雾无明、黑暗的中间，伫迄个感觉互因惊吓的中间，因认为迄个是魔神啊，鬼怪，是魔鬼。但是即摆因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即句话就是咧信仰告别讲，伊承认耶稣是迄个要拯救因的弥赛亚。这甲因久伫遐咧等待讲，迄个弥赛亚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伊要伫遐来承认，因为当时足侪人无要承认。所以伫遐咱有讲耶稣展现出上帝的大权能出来。所以彼得伊伫遐讲，你是基督是永远上帝的囝。咱伫咧洗礼的时阵吼，咱嘛会伫迄中间来宣告来宣誓，对无？誓约啊！牧师会问讲：你有信上帝做天父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咱常常讲有啦，对无？是，亲像这个学生共款，伫遐咧告别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是我的救主。弥赛亚是对上帝来拯救，这耶稣的名意思是上帝要拯救。所以咱看讲，对来信心，当因伫海面上拄着的这困难，当时因伫迄个中间来信仰告别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学生透过这个生命的经历，苦难中间有主来牵因的手，然后呢，因开始对耶稣有正确认捌。总是今仔咱可能对即个负责中间，耶稣是供应我的；对迄个病痛得到医治，耶稣是享受平安、享受医治的主。咱也无全面性来了解，总是当你咧西学中间讲，耶稣是我的救主，毋是干那供应我、医治我的主。这个人，这个激灵杀戮的人，可能停留伫这个所在。所以我怪讲，大家下一定然后。楼顶招楼骹，阿母招阿爸，然后来到伫现场伫遐，要望耶稣的啥3句。因为检察因有听见迄老即福音人的代志。耶稣伫伊的故乡哪些咧无受尊重，来到伫即个所在，咱看即个竟然杀了加利利海有几个名所以倒边这提比利亚对无？搁较顶悬瓦郡加比隆，迄就是竟尼撒勒。所以常常你也看即个圣经内底讲竟尼撒勒提比利亚海，也是加利利海，其实拢是同一个字。伊可能用北平、用南平遮来底讲即个名。所以竟尼撒勒伫遐就是讲王的所在，王保护的所在啦。耶稣伫故乡受人拒绝，总是来到伫即个所在呢。伫遐，互人接受。西门彼得伫遐有伊的信仰的告别，你是基督，是真我的上帝。拄仔咱有讲的西约时阵，咱有讲耶稣是我性命的救主。所以伫迄中间，咱看当因上岸的时，因脱离伫因人生的艰苦的时，这学生开始做一件代志。开始伫遐呼召人，也是讲影响人，互因伫迄中间有真侪人去来哦，因认捌耶稣，因听过耶稣所行的生涯技术，5块饼2尾鱼饲5000人，然后迄老的得到医治，啥物人得到医治，管会堂因查某囝得到医治，等等遮。所以咱看迄个圣经的顶下文，伫迄中间咱有看伊讲，
当咱看见了后，兄弟姊妹，你会通甲人报啊未？来，紧来，耶稣来到伫咱这个所在。所以，因看见迄个人的需要的一个真要紧的能力。今仔咱甲人接触时，你有了解讲伊生命有一寡需要无？拄啊，互咱看迄个图，要到四方对逐所在需要人力无？需要，无像讲即马电脑、手机啊遐发一个啊群组消息，就逐个拢知影，对无？看 FB， 恁若入去混转吼，恁就会知影。无亲像安尼啊，迄个时阵哪有足侪人，对吧？你去即个所在，你即个所在，然后去吼，伫迄个邀请人来，紧个耶稣来啊！无简单来到伫即个所在，赶紧来，恁若病痛需要，拢出来。伫呼召人离开着因的所爽的迄个所在，然后行耶稣。这是这段圣经内底真要紧咧提醒咱的，离开你的舒适圈。你会通踏出咧信心的脚步啊未？然后行耶稣，好亲像彼得行耶稣，总是伊一看见迄个环境所带来的风影的时阵，我沉落去。免怎维持你看耶稣的这个方向？所以伫迄位的人安怎？赶紧下定定，然后差派人出去。教会今仔嘛是安尼，就是咧差派人，今仔嘛是咧为着这个协会。伫迄中间咧带导嘛，兄弟姊妹，咱看透过遮，要找见人，到伫逐所在，然后互人捌耶稣。捌耶稣要创啥？当这人只有要求讲，互阮伸出手来摸耶稣的衫躯的手就好。那会无讲耶稣，你着按换手者嘛？通常话要互牧师祈祷，牧师你甲祈祷者安尼咯。因为遐生命见证，所以有用看样，也无用安怎？家己想啊。所以阮摸衫躯，迄个信心，因为耶稣甲迄个福音人讲啥？查某囝，你的信心救了你，可能安尼照安尼。奇怪呢，安尼摸的嘛得到医治啦。但是拄仔讲的，咱爱是啥物啊？兄弟姊妹，你伸出的手爱是一边的医治，两边的医治。一边的供应，两边的供应，也是伫你的生命中间会通帮助你得到这个拯救。拄仔讲有一天会面对着人生的结束的时刻，是毋是通互你这信仰继续带你向前行？罗文如这个兄弟吼，我毋知几年前吼，我有做伙去夏威夷吼，做伙夏威夷。咱知影最近金曲奖拄仔结束嘛，对吧？金曲奖可能较少年较会注意啦吼。伫迄中间，伊会通伫遮来得到第2遍的金曲奖。伊是一个客家的子弟客人然后伊唱这客家的诗歌客家的歌。即回因为安尼来得到金曲奖。你知影人若有名出名得奖啊吼？你知影遐后壁一寡只个上机，一寡只个上演机会就愈来愈侪。其实伫几年前即位得奖我嘛搁传信息讲恭喜你荣耀上帝安尼伊嘛伫迄个中间领奖荣耀归予上帝第一遍伊得奖的时阵，我嘛伫迄中间甲祝贺即边我阁透过群组甲祝贺一年进前，伊是一个无信主，追求这人生的金钱啦，做生意啦，伫餐厅演唱安尼总是伊卖着迄个网络的跋筊啦。即马足济你若看咧手游，其实拢有一寡跋筊，拢嘛广告甲做迄落所以伫迄中间，因为迄个想要趁钱，迄个欲望，所以递到伊愈陷愈深后来负债才有400多万，400多万。心肝有想讲死会较几活安尼啦伊一世界求神问卜找无平安。后来有伊的朋友带伊到伫教会即个教会上帝用音乐伫遐来吸引伊。互伊会通接近上帝
有一首诗歌内底有咧写讲哦，上帝要撤去伊过去的这个见笑，然后要赏赐伊有新的生命吼。这音乐诗歌好像是上帝在对伊伫遮来讲话，所以伊伫一个月内底吼，伊接受教会一寡这装备训练吼，然后伊洗礼归耶稣的名。当然，伊甲刘根宏迄阵当伫迄中间的迄个人生的低潮的时阵吼，因做伙读经，做伙祈祷，彼此来鼓励。后来伊也有得到即个奖吼，即回阁得到奖。伊伫迄个中间了后吼，伊经历讲遐债务拢还清吼。当伊咧祈祷的中间要付一笔钱的时阵，哎呀，我遐个版税拄仔来，然后互伊会通伫遮付，就是伊需要付的迄笔的金额。伊伫做见证的中间，伊伫遐分享。讲即马我有上帝高举，诚做迄个金曲奖的歌王，总是愈上帝来高举我，愈爱安怎诚做福音的一个窗仔口。这是伊家己伫迄中间伫遮来分享，伊要诚做迄个福音的窗仔口，亲像遮的人讲来哦来哦，紧来，耶稣来到伫即个所在啊，恁来看。有边的拢总来，兄弟姊妹，咱要做一件代志，拢呼召人来到主的面前，总是因需要家己伸出信心的手，主啊救我，因爱家己去经历啊。当咱替因祈祷的时候，总是伊爱家己去，主啊救我。今仔兄弟姊妹，你是毋是相信这耶稣是你的救主，还是这耶稣是人罗文玉的救主？这位耶稣是某米人的救主？这位耶稣是互伊经历负罪得到清气，然后互遐病痛得到医好的主？我咧，兄姊妹，当你讲我信的时，无有啥物款会通阻挡咱对上帝的听，无有啥物代志会通隔断咱甲上帝的听。咱了后要安怎？这学生了后对耶稣对准落来上岸，因靠去到人群的中间，来恁来，因正做别人的祝福。今仔你我经历了，你是毋是会通正做别人的祝福？今仔咱哇，恩典满满，天父恩典真正大，我食到50外。敢知安尼哪定？还是你会通，互你的生命会通更较展现出上帝权能，使用你，诚做别人祝福。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但是要通过你，祝福更较侪人。来，唱一下啦。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感咱变这欢喜，烦恼变福气。一直甲伊。阮电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有乐，为啥因心和天地拢总三甲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感咱变这欢喜，烦恼变福气。做伙来宣告，一直甲伊。无咱阮等
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为啥因心我天地拢总相共？用信心来唱来，一直看。你的靠引带，互咱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为啥因心互天地拢总相共？互天地拢做相共。天地拢总相共欢喜。透过将荣耀归予咱主，咱做来祈祷，主你的确要引带，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伫风雨的中间，对我讲主啊救我，主啊看阮，主啊引带阮，主啊供应阮。主啊，赏赐阮平安。主你的确会引带，看阮行过人生的风暴，检查伫迄风暴的中间，你也伫迄个所在；检查面对着事实，你也伫迄个所在。所以帮助阮伸出手抓牢你，毋是干那抓牢3句。是条条主你本身，因为主你应允，你甲阮三个同在，无去杀阮，无离开阮。愿主耶稣基督赢过黑暗关系，开来充满恁，甲恁三个同在，互恁靠着主所赏赐的，开来伫地面上困饱，伫地天顶也要困饱，伫地面上放的，伫天顶也要透放。天父上帝，你听的恩典真正大，继续用你的听真做盾牌的四面来固守阮、保护阮，互阮出、阮入，拢有主你的保护看顾。主啊，拄当伫遐个面对着亲人的离别，也是伫迄个病痛的中间的行兄，主圣神求你扶持安慰。用讲袂出的吐气替阮来祈祷，互阮通直接来经历伫患难中有你及时的帮助。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请坐。被恩典真正大。你的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你的应有出，何在会等咱变这欢喜，烦恼变福气。你的甲引带，互咱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为啥因心我天地拢总相共欢喜？总相共欢喜。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恩典充满咱，甲咱三同在。